哎呦，我看祖力是中了对方一拳啊！在近距离纠缠的话是没有优势的，对方身材更矮小。对对，近距离的话速度更快一些。施展。这个阻力不应该打了之后就贴上去，或者重拳打了之后撤出来，对，去拉开距离，拉开然后再打。对。你看这个一到近距离的时候呢，阻力就容易吃亏。对，不占便宜啊。罗盘。阻力的脚下站得太死了，这个滑步不够灵活。看看他一立下提呢，就风格就完全不一样。就感觉阻力呢更壮，对，所以一立下提呢更灵活。对。这下是被顶开了啊！哎呦，被对方打中一拳，危险啊！吃亏了。是啊，这回合临将结束的时候呢，让对方是中了一局。还是呢，在这回合要结束的时候呢，阻力呢稍微有些大意了。这个回合表现不好，头脑不是很清醒，打得有点乱。Step back. Video camera. Step back. Step back. Box. 我们看这个回合阻力呢，能不能改变一些战术打法？好的。Back. No punch. I say back, no punch. 双方一贴近之后呢，帕维尔呢把重心压得很低，也不太有利于阻力呢展开进攻。对。Back. Step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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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ck. Come on. 比赛有点沉闷了。这个其实阻力呢也找不到太好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办法。阻力呢是冲上去之后呢就撤不出来，马上就被对方给贴靠住。因为一旦贴上之后呢，他这个拳头就这个挥不开了啊。对。反而对手呢这更有利一些。而且我们看到帕维尔呢也很聪明，就是一旦呢纠缠之后呢，他就是贴上去啊，或者是搂抱，或者是这个降低重心，这个让阻力呢也是无力可施啊。所以对手呢确实还是经验很老道啊。哇，漂亮！